上新的消息，这是总统蔡英文到外国去访问，来到圣罗西亚，对着台湾代志又同款是真关心。而针对着台北市长郭文铁真无客气甲伊批评，总统冇回应，咱来听早起的访问。因为我先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好像有听说来到圣卢西亚，如果看到东方之后，大家都会直接反映说是台湾来的，或者说是日本或是中国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台商之间的一些合作是有方面有感有同样的这样子？是，其实我刚才在演讲里面也讲到了哦，从2007年以来哦，我们长期的在这里哦，提供很多的这个协助哦，那很多的时候这些协助都是贴近他们的人民的需求，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数位学习啊，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他们因应这个气候变迁哦，那么他们社区里所需要的这些防护的措施跟工程等等哈，对圣卢西亚的人民来讲，这些都是非常贴近他们生活的需求，所以他们都很感谢哦这几年来台湾对他们的协助。我听说我们有一位大使离开这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到机场去送行，这也表示了就是说圣卢西亚的人民觉得台湾是很好的朋友，也有进步的感觉。你刚给议长看那个消息，里面写什么？就他的名字啦，我在问他说我刚才念的对不对啊？那笑得好开心啊！小朋友在分享东西。好的呀，你要不要看一下？好啊，因为我一直在练习他的名字怎么念。好，总统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有好多份民调就出来了，那里面呢，就是你跟韩国瑜来 PK 的话，就是你是赢的，但是赢的并不多，就是等于是说两个人就是非常这样显著的拉锯。接下来你要怎么样把你跟韩国瑜之间的民调给拉开？我想我还是现任的总统了，我还是要很努力的把国家的事情处理好，所以在未来我相信我还是持续的很努力的工作，那把一个总统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有消息说有数十位这个香港立法会示威者到台湾来庇护，那有看会不会来联络上吗？你有掌握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的有关单位都有掌握了哈。那对于这些来自香港的朋友我们会基于人道做适当的处理。总统最近柯市长的脾气好像很大，他昨天有情绪化，他也骂你跟院长，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我想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工作岗位上应该做的事情好好的来做。总统白绿之间合作还有可能吗？如果说要合作的话，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条件？一时之间没想到这个问题。总统想问一下，因为陈建成又在脸书上发言，说对要为了胜选的话，还回去，你会觉得他想太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最近这个中共他在东南沿海那边军演，本来是我们之前有说是例行性的，但是听说是这一次是针对台湾，而且是5大军种，陆海空还有2栖这些5大军种全部都出动。那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怎么样？是属于针对性的还是属于例行性的？我想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些军事活动我们的国防部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军事单位其实都有密切的掌握那我们看到的当然是一方面有这个例行性的军事的演习跟活动那但是我们也会密切的注意他们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昨天在那个晚宴上面就看常常穿了一件好像是，比如说跟他谈到的文字。谁？总理是啊，总理刚红色的背心，红色的背心，上面是不是注意到了。没注意到，我知道他穿里面穿的好像红红的，但没有注意到那是什么样。那中文倒过来是。真的啊？一首诗。真的啊？
哦，我等一下来问他，请他再给我看一下。总统，那个喜乐岛联盟礼拜6要成立哦。那因为在初选之前，独派基本上跟我们这边的关系就是有一点就是裂痕啦。那既然选后，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他们做一些整合，或一些，就是说您在回国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动作？我想我们各位跟我们出来一段时间在从事外交活动，那我们其实都感受到中国对我们的打压还有各国所受到的压力那确实台湾人我们还是必须要合作，要团结才来面对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挑战，所以我相信团结还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有什么话想跟你说？一时没想到这个是不是下一题？应该还有问题吗？所以就会找独派的一些大佬再谈一谈嘛，因为既然他们心中还有一些心结的话。我们其实持续的都在有沟通了那其实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大佬们其实他们也都很有谅解跟体谅的心那他们也都了解团结的重要性。好，谢谢。